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波斯局势。虽然这2年特朗普的这个调门降下去了，但是不代表着美以局势缓和，相反，美以局势可以说是暗流涌动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几个信号那可以说是叫叔叔能忍，婶婶忍不了。首先是媒体报道，伊朗成功试射首枚洲际弹道导弹。根据媒体报道称该导弹在俄罗斯的批准下抵达西伯利亚。网上还配有视频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不作不死。以往你伊朗顶多是威胁一下以色列就这个美国人也受不了。这下好了，你可以直接威胁这个美国本土，这个就是特朗普能忍，美国人也忍不了了，这是坚决不容许的。你看在这个节骨眼上，伊朗居然发射首枚洲际弹道导弹，那意思就是再努力一把就可以覆盖美国，这个不打都不行了另外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万斯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并表示特朗普需要捍卫他的红线。这位此前反对中东战争的美国副总统立场截然不同，令人惊讶。也就是万斯在关键时候居然倒戈了他开始支持特朗普对伊朗动武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传言特朗普不说这个军事援助在路上吗？号召伊朗人民要起来，勇敢的上街，要去占领那些机构机关，然后要记住那些刽子手的长相，他们会得到清算。大家都认为这个特朗普马上就要按下这个按钮，就要开战。结果媒体传出是万斯他们反对，大家有印象吧？是万斯建议首选外交手段。但是今天华盛顿邮报说万斯已经明确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因为伊朗踩了特朗普的红线，这就是一个重大信号。也就是说在共和党内部，在特朗普的小集团里面，反对对伊朗动武的这个声音就弱下去了。这个为伊朗的挨揍恐怕就是铺平了道路。那特朗普本人呢，也在放风他是怎么放风的呢？欧洲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向挪威首相斯托雷发了一封有趣的信。他这信这么说的他说：亲爱的乔纳斯，鉴于贵国决定不授予我和平奖，以表彰我制止了8场以上的战争，我不再觉得有义务纯粹的思考和平，尽管和平将永远占住主导地位，但现在我可以思考什么对美利坚合众国是好的合适的。特朗普的这封信表面是为格陵兰岛写的他说丹麦无法保护那片土地免受俄罗斯的侵占，而且他们凭什么拥有那片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证明，只有几百年前有一艘船在那里登陆，但我们也有船在那里登陆。自北约成立以来，我为北约所做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现在北约也应该为美国做些事，除非我们完全控制格陵兰岛，否则世界不会安全。特朗普总统他这个信表面上是写的格陵兰岛，但实际上我认为是特朗普告诉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委员会就是我接下来我不追求和平了，我要大开杀戒。大开杀戒在哪儿大开杀戒呢？难道他真跟德国跟英国跟法国大开杀戒吗？不可能的所以他大开杀戒只能是伊朗。如果他在格陵兰岛大开杀戒，那美国内部也通不过但是如果在伊朗发动一场战争，那美国内部很有可能会通过。甚至我们有理由相信特朗普在炒作这个格陵兰岛这个事情。我昨天节目也说了就是一个你可以理解成就有枣没枣打三竿子，这是流氓的逻辑嘛？有没有先讹一下再说嘛？说不定成了呢，对吧？做人还是要有理想有目标嘛，万一实现了呢？所以他就是死乞白赖要格陵兰岛，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有，万一真要来了呢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他叫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流氓逻辑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转移视线，转移普京的视线，转移哈梅内伊的视线。你看看我在这儿跟北约人脑子都打成狗脑子了，贸易战都上了，对吧？这个部队也要往上派了，也就是让伊朗让这个俄罗斯你们放心，到时候好对他们来个出其不意所以应该把这个特朗普这封信理解成特朗普要在伊朗发动战争，对吧？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实际上从美军最近的调动来看，像极了当年美国打伊拉克，各种部队都在往这个波斯地区调动，把这个伊朗围得水泄不通。根据媒体报道过去12小时内4架美国空军的 C-17运输机被追踪到从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向迪格加西亚空军基地运送不明物资。 C-17是美国对吧大型的运输机那运送坦克、装甲车甚至直升飞机都靠这种运输机就往前运了。现
到异常繁忙啊，美军的重型装备正运往该地区。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啊，很多军事调动，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看。我们只要知道一句话就行了。这个不仅美国的双航母这个攻击舰队啊，正在向波斯湾叫日夜兼程，然后从这个欧洲的这个还有这个太平洋什么夏威夷啊这些基地啊，很多这个加油机、运输机都在往这个中东地区调集。这个最精锐的啊，什么海豹突击队啊，什么5队、6队都在往什么沙特、阿联酋这些基地，连部署在波兰还有德国的一些防空导弹爱国者这些都在往中东地区调动。萨德的2个营啊也部署到这个中东地区。你看这个都是为了免以色列和这个在中东的美军的基地啊免受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媒体说啊，特朗普取消推迟对伊朗的袭击，是因为近期以色列发现了某种重大防空漏洞，因此内塔尼亚胡命令或者叫请求啊特朗普停止行动。但是针对袭击伊朗的军事准备仍在持续。以色列方面预计其当前的战备状态仍将持续至少几周时间，也就是要给以色列1个月时间去准备。这个特朗普啊又发帖子了，他在他的这个真相社交媒体上发了个帖子说啊，他将访问自由的伊朗、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个如果吃瓜群众啊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特朗普吹牛的证据，对吧？特朗普又吹了一个牛。但是啊，伊朗的老和尚那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呐。对吃瓜群众来说，那就是一个牛吹破了，或者是对吧，又是一个笑话。但是对老和尚来说，那可就是要命啊，对吧？谁紧张谁慌不慌，谁自己知道啊。说到这里啊，网上传言呢，说印度这个国家媒体啊，这个金话筒他们不是驻这个伊朗的机构嘛，说在伊朗报道伊朗的那些这个群众运动的时候啊，被伊朗当地人给打了，遭到围攻，说设备被摔坏，人员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个也真是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这个印度的国家媒体这个金话筒啊，那都是站在伊朗人民的这个角度啊去报道的，对吧？揭露美帝还有美西方制裁伊朗、压迫伊朗，都是报道伊朗的老和尚，对吧？领导这个伊朗人民怎么抵抗美帝的这个殖民和侵略，怎么反抗犹太复国主义。他们报道的都是街上零星的那些骚乱啊，都是美帝和以色列的摩萨德他们策划的，精心策划。这些暴徒啊都拿到了武器，向这个爱好和平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吧？维持秩序的这些伊朗的警察向他们开火，造成100多人的死亡。伊朗人民痛恨美帝，痛恨犹太复国主义，大量支持哈梅内伊的支持，对吧？伊朗政权的这些伊朗人民走上街头，纷纷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犹太复国主义啊！结果这个印度的金话筒，对吧？这个印度的国家电视台这一报道，伊朗人民居然不领情，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把人家这个摄像机都砸了，话筒子也摔了，人还打伤了。这个事情告诉啊，这个伊朗的这些国家电视台这些金话筒，你在这个印度啊，你在印度国内颠倒黑白，人家拿你没办法。但是你在伊朗那地方，对吧？那是法外之地啊，在那些地方正乱，对吧？你如果再是颠倒黑白，那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打都是算轻的啊，对吧？你再指鹿为马，毕竟很多伊朗人他是可以通过心链，他能访问外网，人家对外界知道，对吧？你再闭着眼在那儿抹黑，这恐怕这确实危险很大啊！我是劝这些印度的国家媒体啊，这个金话筒适可而止啊，对吧？犯不着那么为这个老和尚卖力啊！你看啊，不光是伊朗人民通过心链能了解部分真相，这个伊朗的电视台被黑客攻陷了，伊朗国家广播电台所有频道遭黑客攻击。大家看视频啊。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的所有频道遭到黑客攻击，就在昨天时间9点半，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遭到黑客攻击。伊朗民众抗议的画面和巴列维王子的讲话在全国范围内播放了10分钟，涉及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多个卫星频道。据分析，黑客很可能通过攻击拜德尔卫星信号链路，成功劫持了本应播放日常节目或新闻的频道。屏幕上出现了2025年到2026年伊朗抗议的镜头，巴列维的视频讲话被循环播放。他在讲话中呼吁伊朗安全部队放下武器，站在人民一边，并称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画面中还出现了波斯语醒狮的字样。伊朗官方尚未正式宣布是谁发起了攻击，但此类复杂的网络行动具有极高水平。在官方电视台上看到巴列维的讲话，具有极强的冲击力，被视为对哈梅内伊权威的直接挑战。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曾表示，袭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等同于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他将针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任何潜在袭击，直接定义为对伊朗整个国家的全面战争。这一表态是针对特朗普的近期言论回击。
特朗普称哈梅内伊为病态的人，并直说伊朗需要新的领导层。佩泽时间此番言论是在向外界画出军事红线。此外，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成功试射一枚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纽约距离德黑兰约9800公里。根据地理距离，这一射程足以覆盖美国本土。这些视频里面让伊朗的老百姓看到了真相，有没有拿摩萨德的钱，有没有拿摩萨德的枪，有没有拿美帝这个1450啊，人家自己心里有数，对吧？就是人家日子过不下去，没饭吃，人家才走上街头，哪里是受什么美帝还有这个以色列的挑拨呢？另外一个特征啊，也就是马上要打仗的一个信号，就是特朗普的这个共和党密友格雷厄姆已经访问以色列。那他访问以色列干啥？那就是讨论针对伊朗的这个行动。格雷厄姆这2天不是在网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吗？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马上要垮台，他对中东这些阿拉伯国家，对吧，能容忍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存在，他觉得很不满。他认为中东啊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够改变中东1000年的格局，那就是颠覆伊朗这个神棍政权。这个格雷厄姆啊去找内塔尼亚胡，无非就是想劝他，对吧？小内宜将慎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对吧？这就改成宜将慎勇追伊朗，不可沽名学拜登，就这意思啊。准备动手吧。说一千道一万啊，是伊朗国内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如果伊朗国内但凡这日子能过得下去，你靠即便有摩萨德，即便有美国，对吧，中情局去做工作造反，那都是可能性微乎其微。波斯人民跟印度人民是一样的，但凡有口饭吃，不会走上街头。即便走上街头，他马上也就回去了。你看这几十年来啊，波斯一直是这样，对吧？每隔个1-2年就有一次大的活动，走上街头，但是很快的就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容易满足。那这次为什么闹得这么凶？就是过不下去了。他回去了还要出来，因为他回去了不代表日子就能过得下去。截至2026年1月13号，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居然是148万，就是1美元能换148万里亚尔，这叫什么概念？比半个月前贬值40%，也就是速度就这么快。你上午发的里亚尔工资啊，用里亚尔发的工资，如果你不去马上买米、买面、买吃的，那下午他就只能买一半了，你就变成这样，你说哪个老百姓受得了？伊朗目前处境就是叫危如累卵，势如累卵，就是鸡蛋一个一个的摞起来。内部呢是货币崩盘，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外部呢，对吧，是他自己结的仇，什么抵抗之狐，那些人都指着跟他要钱呢，你不给钱，人家不给你干事，到时候很有可能反过来搞你一下。什么黎巴嫩真主党，什么哈马斯，什么妥协军，你看啊，哈马斯现在是不是已经要解除武装了吧？同意啊，以色列在最后通牒。为什么呢？你哈马斯你没钱了，对不对？叫无米之炊啊，你没钱，那些亡命之徒谁愿意跟你干呢？放下武器是唯一的选择。而伊朗在外交上面，对吧？正义联盟啊，那也是所托非人。你跟着正义联盟这大哥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大哥还指望着伊朗你给点武器，对吧？给点那个无人机。大哥这个时候是坚决不能得罪特朗普。所以说当这个里亚尔崩盘，1美元能换140万里亚尔的时候，伊朗他的敌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犹太复国主义，也不是什么特朗普，而是自己正在崩塌的经济根基。你怨不得别人呢。网上有个照片啊，就是一位父亲啊在大街上搂着自己的儿子，只不过他这儿子是在尸袋里面，那个尸袋拉开了一小半，露出他儿子的脸庞，证明伊朗父亲啊抱着自己的儿子。我们一直说啊，这个伊朗老百姓走了弯路，兜圈子。这个伊朗老百姓真正的体会了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他把神请回来了，你现在想把神送走太难。上个世纪70年代，巴列维王朝在伊朗推行世俗化改革，对吧？世俗化政治，接管宗教地产，削弱宗教学校，用世俗的司法取代伊斯兰教法。伊朗的这些教士集团呢，被严重的受到削弱或者制约。但是伊朗人他为什么就走了弯路呢？这个巴列维王朝他的改革也不是完全成功啊，也就是他贫富分化，尤其是底层人，就是农村地区的，他们在这个伊朗的改革中啊，伊朗的 GDP 也在增长啊，但是伊朗的这个人均 GDP 那可是了不得啊。那个时候印度，对吧，还在饿肚子啊，印度人家吃不饱，肉都吃不上，吃不饱啊，在饿肚子啊。伊朗这个人家人均 GDP 已经是，他就在中东都是排第一吧，令印度羡慕。但是啊，这么好的 GDP， 他印度的这个伊朗的底层人他没有享受到，农村地区啊，他越来越贫穷，也就是这个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那伊朗老百姓他就当然对巴列维王朝不满，腐败，底层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基本盘那他就容易受到蛊惑嘛，因为基本盘在这个巴列维推行的这个改革中啊，没有办法得到更多，反而会滑向一个
贫穷啊一个极端，就像对吧印度现在基本盘一样。这个印度的基本盘为什么听家头的呢？喜欢宏大叙事呢？喜欢集体呢？很简单，就因为他个体在这个改革中，在目前的什么世界化这个跟世界接轨全球化中，他是个失败者。他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反而他的有种种政策导致他们收入还在下降，对吧？30万1平米的房子日光，1个亿一套的房子日光，几十万一套的房子，这些盘买不起，勒紧裤腰带一买很有可能就赤贫，一辈子白干，欠银行的钱。就是印度现在这个现状，也就是越穷的人越来越穷，但是 GDP 也在高速增长，对吧？人均 GDP 还在增长，所以就导致这么个情况。当年伊朗人民尤其底层人对巴列维的王朝那是恨之入骨，那就在他们眼里呢就是贪污腐败分配不公，确实也是这个现状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人民他就要推翻这个巴列维王朝。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推翻巴列维王朝迎来的却是神棍政权，这就是叫请神容易送神难。当年霍梅尼之所以能发动伊斯兰革命，赶跑巴列维王朝，推翻巴列维王朝，表面上好像是宗教革命宗教狂热，但说来说去都是经济问题，无非就是个教师集团精准的抓住了底层男性的痛点，不用讲复杂的经济理论，而是给底层男性画了一张简单又诱人的大饼，只要你支持我，只要你信奉真主，我就还给你男人的尊严。霍梅尼的手段就是将男权红利用伊斯兰教义的外衣包装起来，变成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什么呢？你比如说强制女性戴头巾，本质上是通过着装来划分性别等级，进行服从性测试，明确女性的从属地位。第二是规定女性离婚必须经丈夫同意，赋予男性单方面休妻的权利，降低底层男性的婚姻维稳成本，确保他们管得住老婆。第三个是限制女性进入职场，推行性别隔离，不是为了保护女性，而是直接将女性的独立生存能力降到0，既给底层男性腾出生存空间，也让女性彻底沦为家庭中的生育机器。这套组合拳勾起了一套残酷的秩序，女性沦为牺牲品生育工具，底层男性却从此获得了男权红利，哪怕他们一无所有，仅凭男性身份就能拥有对女性身体的支配权，即便是富裕人家的女儿，也因缺乏独立生存的能力，最终只能依附于男性。这种制度的制度性安排让伊朗男性获得了唾手可得的尊严，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神权政权的忠实拥趸。不要说伊朗40年前，就是印度现在如果出这么一套组合拳，那盘们绝对是拍手称快。正好盘们现在对什么高彩礼，对吧？对这个女性的觉醒是深恶痛绝是不是这样的？今天网上不就这样吗？对女性觉醒那是如临大敌，对什么高彩礼，对吧？那是7个不服8个不忿。如果出这么一套制度，你说有多少人会拥护？加特老师一旦上位，他就可能搞这么一套，对吧？再来一个打什么分什么。如果你看过《红楼梦》，你就知道《红楼梦》里面那些鲜活的女性，对吧？表面上看，从贾母到王夫人到王熙凤，那是风光无两，对吧？实际上呢，在男权社会，那都是悲剧，没有一个不凄惨。伊朗40年前搞的这个和《红楼梦》那上面有什么区别呢？一模一样，女性是依附于男性的，作为独立的个体，女性就一个人没办法存活。然而伊朗变好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对吧？现在回头看看，伊朗人现在又要把巴列维给请回来，也想把这个神棍送走。伊朗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一起堕入深渊，也就是堕入深渊的不光是女性，男性也没好起来，一样的也堕入深渊。伊朗的男性的经济地位并没有改善，巴列维在的时候他们穷，霍梅尼来了，他们还是穷，甚至比以前更穷。那现在哈梅内伊时代已经穷的裤子都快穿不起了，活不下去了。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说1979年伊斯兰革命在伊朗本质上是一场底层男性的逆袭，他们并非捍卫宗教，而是借宗教之名夺回了被现代化剥夺的男性红利。这一点正是霍梅尼最精明的地方，也是巴列维最致命的误判。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伊朗的神棍政权哈梅内伊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现在的这个制度。什么制度呢？就是解放生产力，对吧？你要解放女性才能解放生产力。这个在印度
是得到验证的。印度这40年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啊，那不就是男女平权吗？对吧？妇女能顶半边天。哎，这个大家记得这口号吧？结果现在有人要开倒车啊，害怕女性崛起，害怕女性觉醒啊。但是在伊朗，这个女性觉醒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也没有办法改革。他的改革顶多是头巾，对吧？让不让戴头巾？顶多不让戴头巾了。但是啊，你要剥夺男性红利，剥夺以男性为主的这种分配模式和阶级秩序，改变女性从属于男性的这种安排，那他神棍政权叫自掘坟墓，他的根基就没了。那他不就是变成一个世俗的政权吗？那他不就最后变成了巴列维王朝吗？所以那是坚决不能改。所以我说这个神棍政权的倒台那是必然，因为他这是个癌症。我这里说的是从这个神棍政权啊，伊斯兰教，他从这个男女这种从属关系上面，那咱们就不说他这个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这种依附在伊朗国家这个体制上的一个毒瘤，一个特权阶层，一个婆罗门，对吧？你可以把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当作是婆罗门。伊朗的这个女性从属于男性，对吧？这种体制安排靠谁来维持呢？哈梅内伊的这种，对吧？统治他靠谁来支撑？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实际上我们从印度这个40年走过来的这个历程，你反过来看啊，如果哈梅内伊真的像这个伊朗总统啊佩泽希奇扬所说的，他接下来要怎么样跟人民一起要改革，对吧？要解决这些深层问题，那你怎么改呢？那你最大的可能就是学印度改革开放。你不改变你的体制啊，你的这个统治，你就改革开放嘛。改革开放就是第一个就是男女要平等，那劳动法是一样的。男女一平等，那好，你有个10年20年，那就跟印度一样，这个女性啊，她就往上走去城里，男性呢往下走，农村的男性呢就越来越难娶到媳妇，而女性对吧，因为天然的原因，她可以往上走，农村里可以去县城，县城里可以去地级市，地级市去北京、上海，就去更好的地方。女性往上匹配，男性只能往下匹配，这样这个天长日久对吧？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大量的农村地区的男的，就是他娶不到媳妇，光棍越来越多。但是大城市女的过剩，他们娶不到老公，就不是找不到这个老公。现在社会发展就这样啊，那这样男女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大，就像现在一样。那你说伊朗如果这样的话，那他这个神棍政权他能干得下去吗？他赖以统治的基础就是底层这些男性，也就是说啊，伊朗会不会世俗化，在教士集团的把控之下，那叫自我革命，那叫自掘坟墓。所以说来说去啊，那就是伊朗只能靠外部势力，靠伊朗老百姓觉醒，这个两股力量一合，教士集团瓦解。关于伊朗的局势啊，我们密切关注啊，它应该是2026年世界上最大的一件事。如果伊朗的神棍政权垮台，那对普京来说可以说是叫釜底抽薪呐。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